由藝營女性協會主辦，多個友好社團協辦的馬年好精神，丙午年旺旺旺活動，3月3日下午3時在工聯台輝長者服務中心禮堂舉行。藝營女性協會創會會長兼會長冼敏興企透過活動，讓該會一眾專業女性主動走進小區，多參加不同形式活動，奉獻關懷與愛心，與長者同賀馬年。當日適值正月15元宵佳節，祝願在場長者元宵圓滿，合家平安，萬事如意。新的一年，協會將繼續秉持創會宗旨，持續匯聚專業女性力量，推動澳門社會進步和繁榮，支持女性在職業生涯中追求卓越，實現個人價值。3·8婦女節將至，勉勵姊妹們進一步發揮半邊天作用，在配合推動經濟適度多元，參與灣區建設過程中展現巾幗力量，各展所長。借此活動向長者們送上新春福包及利是，祝願長者及其家人馬年大吉，事事順利，合家安康。